尖沙咀金馬倫道早前發生黑幫嚴重傷人案，32歲嘅男事主艾石送院之後情況持續危殆。最新消息話佢腦出血嚴重，顱內壓極高，部分腦幹已經死亡，目前靠儀器維持呼吸。艾石喺朋友眼中係一個陽光正面、前途無限嘅青年，佢熱愛籃球，喺事業上更加係年青有為。身為美容界知名營銷顧問嘅佢，曾經幫過幾百間公司轉虧為盈，喺行內被譽為美容界魔法師。出事之後，大批親友喺網上發文幫佢集氣。親友透露，艾石平時好少幫襯呢類型古惑仔酒吧，當晚只係為咗出席朋友嘅生日會。直至星期日凌晨12點幾，派對散場之後，意猶未盡嘅艾石同幾個朋友留低飲酒。期間佢懷疑因為態度問題同埋受到酒精影響，同隔離台黑幫和勝和嘅人馬發生口角，隨即遭到7至8個人瘋狂圍毆近半分鐘，俾人打到重創昏迷，頭部滲血倒地。朋友強烈譴責黑社會暴行，促請警方全力緝兇，還艾石一個公道。